OK，有人問我可唔可以唱翻今日準備嘅歌？頭先我真係有咁諗嘅，你知唔知本身我出場時間係7點咁晚啊？咁所以我就約大家7點開 live 就係咁，因為我覺得the show must go on， 即係無論如何我都要 fulfill 我嘅責任，所以我就約咗大家7點，就係我本身出場嘅時間 OK。咁我就諗要唔要唱今日本身準備嘅歌咧？咁但係如果有改期，咁我又唱翻啊，又再唱。咁大家咪知我本身嗰首 surprise 歌係咩咯？咁係咪就係冇咗 surprise 咯？係咪？所以咧，我就可能都唔特別透露今日本身想唱咩，咁但係如果你哋想聽我某啲歌咧，我都可以唱下俾你哋聽嘅。要忘記愛護更加實際，不理會有沒有原則，可否會放得低？OK， 呢個係 KKBOX 嘅30秒嘅版本，因為我未 lock 呢個 account， 所以得30秒。Okay, next。仲有咩？仲有咩想聽？我唱啲比較少唱嘅歌好唔好啊？虛榮咪唱咗咯，紅館咪唱咗咯。我覺得呢個30秒好好啊，做得好好，全部30秒 OK， 我跟住 KKBOX 就冇。明明沒有你，睡了幸福都給消耗，能和誰過冬，拍到天空，掌聲很重，但我竟越來越空洞。我不哭，哀傷很凍，太過洶湧，我已經在動身手。完啦，30秒話咁快就完啦。OK， 自我感覺還好。